老师好，各位同学好。这么温馨，大家在这里期待着要上课，非常的开心哦。我本身呢已经有教了20几年这个手工艺的，你下哦，本来就抓档好的机会，就在教下面用讲客法来就做下面客家的手工真正当一时动放弃，因为我等不到有这样子的机会，可以说用我专业的手工的东西可以带入我们客家，因讲就意念讲究文法，有语言才会有文化。你要怎么样去结合你客家的东西，让它又美又实用，不但自己用，还可以当做送礼。那我本身的教学，我通常会配合的节庆的来教。讲你系讲5月节，的意思会讲爆竹呢。你讲系过年，的意思会做该过年的鞭炮啊、吊饰那些，跟节庆的应景就关系。今朋友呢，下面要来做一则，噔，两道马盖。一起来包粽。好，我哋下很多台这个当3万之上会做嘞，当简单，只要经过我的介绍，我带你少改过的，你的方法记起来，步骤记起来就好了。方法跟你的熟练度呢，开始慢慢的提高。你只要先记着，我要做这个，我必须要用什么？我上大的马个东西，我俩唔系熟的东西，我做起来做得掉，咱从它酱，你看买材料就马个。我用我的材料是什么？我要怎么样让这个材料发挥得更好、更美？一个平面的东西，看平面的东西，我怎样变成立体？这就是我们做手工最重要的东西那罗马尼走，这个是我们今天晚上来的目的咱们先看检查你的材料，让哪个就强容咯。你还得进步一个材料。这边有个讲义在这里，你们桌上有。你还两个进步一，你找当就按样的材料吗？第一个我们检查，你有发布吗？有。好，你有面吗？有。那也看下咱长地俩有中国。好，你就面地位都等它包香的香包，香包等它你就抬起来去。这个香包跟普通的香包不同不是外面买的化学的，它是中药店买的，有艾草啦、茴香啦，还有那个白芷、当归。对人的身体呢是有提神的作用，然后呢蚊虫这些驱除，我病毒散出，做好一只调散出，这面爱上是香的，好，真的它的功能很好，结合我们客家话布，实在动起来。好，那你还有一个流苏，有吗？有，看那里了，咱有流苏，就珠吗？珠，好，珠等下咱有木珠，好，因为我觉得说。有时候我们不需要太华丽，我们就用木珠。木珠我今天有1只开扎的，2只小扎的。好，你看你的材料全部有木珠等下的部分你看快起来做咯。好，看那工具呢？我们的工具等下是有剑吗？有天线吗？有。等下有剪刀的剪结，安样子。好，你看步骤了吗？你做了。方法、步骤，我的方法做法其实都简单。你看，慢慢讲，练，练起来，慢慢练起来，等下你会就是第步它才会就是第安的步长方形，记起来它的比例是2比1，你讲的如果是15，这10就好了，15跟10，我的比例是这样子。等一下还没有练，其实还没有练，就按样的，你地步，我就慢慢拿去变，等下包粽练起来，练，等下就慢慢练。我再告诉你，第一个你记起来，我是要用缝，缝完之后，看第2个步骤，表面落去，表面干下呢就在放法，你要慢慢放法，等下你练好干下，你的表面落去当简单，你买啥台下做的表，你要落去这样就动了。这是秘诀。如果你摸了，你的总不会这样嘛，你的角度没有办法取出来。
好，你爱再放饭，好。用落去对拄会爆的，咪向的改种的，天然的改种的向量，嘿，慢慢紧爆发甲哈，然后你会先用咧台地的，先用落去，好，西地的，这边香料就放在这边，然后去咋个爆啊，好，你要包进去，弄进去，还要再把它盖起来，好，还用按什么嘞？用落去，好，好，提起，但是提起来讲嘛，做法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一个做法是缝，等一下你就缝 L 型。好，缝是怎么缝？你有边面缝哦，边面。好，天你有种东西落去，缝烟头刚好会变安样的，你要落去边面变到安样的来。好，种烟绕向了，好，第三个呢，先看了边慢慢的。第三个你就会找个链，你种落去干哈？还要再缝一次，就是你已经装满了那个棉花的时候呢，这边它种好啦，种好了给面拿去编起来。好，等一下我会教你们怎么样用什么方法来缝。好，你记起了，提前嘛改。编，第二，种，第三。第二是不用用了咯，好，第三它呢编呀走拿去第四。提示是组合，所以组合就是那个流苏，聊这流苏用落去，流苏你的流苏长得怎样？有珠吗？所以我们要用到串珠，对，等一下我们要串珠，串珠，一只开只嘅串珠，两只细只嘅就扁扁一只，就这样子，好，4个步骤，哪4个步骤？编，种，好。很强咯，很强啊！你会讲黑的，你会讲简语，就是很强。这个就是我们出来教学，互相就是你也可以学到客语，好，然后呢又可以学到做这个手工的东西。那我们尽量都是做一些越天然的越好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怎么缝呢？大家都很会缝，就是平针嘛，哈，你把它这个先缝 L 型的 ，L 型怎么缝呢？反面哦，先反面哦，连针就好，香香的，香香的，晓得嘞。先反面哦，好，反面，好，香香。你看还没开始咯，第一个步骤是缝，连，连 L 型拢偏进去，连平针去连一上一下，开始连哦，慢慢连哈，连好个还没走，第一个步骤是连天黑马盖，还记得吗？种棉花跟香料，第三个是嘛改？连，还会连，第四咯，拍，然后夹起来是系啦吼，然后夹起来，慢点过去看哦，看马上连嘞下酱就下姜就小面就来连咯。好，连就叫放法，你系连下肉，慢慢捏，你会都会东西唔会走出来。好，你如果缝得很粗的话，你怕你外面的那个以后呢，你的棉花或是你的香料都跑掉了。好，对，好，你这个缝的是很好哦。好，这个我会把这个缝的放在等一下第3种的缝法，你只要缝这种平的就可以。那这样子就可以翻过来。你有没有缝到 L 型的吗？缝到 L 型缝好时，然后去打个结，好吗？就打一个结，给它固定住哈，我们就先装棉花。走的，真的哎，我们的这些妇女做事情的那个，你就散漫，你就等劲哦。这个是我们客家花布款的客家花布的颜色是在冻酱，各种颜色都有。慢慢就等一下哈，来这个长度的烟火，第2个步骤冻酱，因为按照放翻到已经跟你们讲了嘛。你们已经记出那个步骤，你永远会记得那个步骤，就是这4个方法。好，再打个结，变面，好，打个结，谢谢，开个结，好，拿去边面，然后那个角落该找拿去动出来，东西有转个直角，这个是一个秘诀啦。你也就粘纸边，你走在那，它就跟着竹筷子的。好，你把它边面翻面，好，做好的人就给它翻面，
好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翻面之后呢，其实如果我有时候我也没有不用剪也没有关系，你就打个结，不用剪是没有关系。等一下你可以继续缝，可是等一下你继续缝的时候，它会在中间，会在中间，比较不方便，还是把它那个弄掉好。好，走在这边头的 Miss 第二个步骤给嘛改，还记得吗？种好，种那个棉花记得加香药。好，剩表棉花落去，剩表就吞落去。好，还说你头去表就吞落去，干哈？慢慢点下，剩表就吞落去。好，但是讲紧做边过来吼，了边过来，吼，回去那个角落啦，渐渐的，吼，你渐渐东出来，啊，你等它做的。种子长得有角落，你包种子没有渐渐的，哦，好，你用圆珠笔，然后要竹筷子，全部做在哪里东啊，好，大家比较看呢，好，这个是一个秘诀哦，在那面膜做在你是地面种子旁边摸强了，好，好，你看做在开始天种面，来种起来，好，来这个种下来种起来，是这个，很慢。拍一个，找一个特写。好，然后表面，就这样啊，有没有这个像这样？先表面落去，然后细地的就个包落去，你包起来，还用咱们会向面人家做起咯，然后就表面还向上哦。好，来，等于把它像包一个肉馅，包粽子不是会有包了什么包妞啊、包红妞嘛 TK， 之后是不是还要再包肉把它放进去？意思就是这样子哦，跟我们生活做手工跟生活是结合的，融融哎。哦，再多放，还是看表哈，饱满一点，放饱满一点，做出来的。不过等一下中间我们再组合又一条那个流苏绑下去，是软软的，稍微放多一点没关系，你尽量能够放到你最满。如果没有再去分析的话，你就讲，我是种的时候嘞，请才种，好，会出来的效果是混软软，不扎实。来看哈，好，左边吗？对，缝的时候注意哦，我们不是缝枕头哦，因为从今天弯用面哦，变成抱枕哦，不是这样子的哦。对角线，怎么样弄起来？你刚才我看台这个是小安用一水来给别人拿哈，不是啊，这样子变成这样子，那为什么三角形？很简单，对折，来这样子，你要表拿给，你看这里面还要往内折0.5公分，因为安用一连口，安用一是扁这样的，这样子在你的中间，你要把它捏出这样子的形状，你才开始缝。好，不是说拿了就缝哦，你要往内折0.5到1公分没有关系。而且呢，很重要，你这一条线要拉得平，越漂亮越好。好，你如果拉得没有平，等下出来美真真啦。就是你的角落，你发现你的角落每一个角落，它都是三角形的一个角落的。对，好，样样嘛哈。好，你要越紧越好哦哈。啊，怎么样缝好比较好呢？好，马上有块洗天嘞。我的结呢，没走厉害。为什么我做的东西人家会很喜欢？他不知道你头在哪里，尾在哪里，你就成功了。如果你做的东西人看知道这个，哎呦，我看到你的结在哪里，我就知道你开始跟结尾在哪里。你不能轻懂也挑会斗来，你把结藏在里面，怎么样藏在里面？来，在这里的地方，你把结这样从这里刺进去。这样子出来，它们的结就在里面了，你就看不到那个结了。好，按这块洗边呢，啊，这边你就一针一针细，就是刚才你缝的那个，哎，我就是缝这样子。对，你缝的那个就可以，好，就这样子，它起来。好，你看动重要的哦，好，你压起来看，两条线压比平平来，好，这样子你感觉是一条线直线之后。然后你下面做东西，帮你轻度面挑尾倒来，然后开始倒来到结束。啊，这个结等一下呢，不要露在外面给人家看到。然后你呢，东落去，拿出来，这样子你也结是到底会多人看不到，它包在那2层布里面的，哦。嘿，好，这样子哦，你要开始你是走在练用你的方法，好，
就是慢慢的一针一针把它缝起来，细细的，你弄得越细是越漂亮啊，人家走就是这样，哦，你看不到，人家看不到，这还不知道你是一针一线，因为用按到钢筋落来走的，哦。这一半，然后你把棍皮切了，啊，这就比较正一点。线看到是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今天其实买大白黑，走马改线买的流来线嘛，啊，没关系。好，今天 M 连线嘛，好。好，第3个步骤就是缝了，第3个就把它要把它全部把它缝好，完整来。就这样子，就这样子，两个叠在一起，我都用单线，就从这边就这样子，哎，一上一下就一次有上下的缝起来，就这样子。但是我会缝的比较细。好，缝的越细是越漂亮嘛，哈，没关系。现在 M 开始给它连线，拉平，好，线要拉平，线不要拉的那个皱的，好，给它拉平平来，哦。好，咱向了，唔会发红的哦，会中落点夹的。你嘛该吹了呢，会向了哦，你看了，向哦，就连你身体提起来当好。你嘛该吹了，通好咱记得么？记得啊。好，艾草，茴香，好，放在落去哦，3日后去煮落去。4只，了2只角下头2只角比渐，然后开始就做在连嘞，哦，那平面嘞，咪综合式嘞。第3个步骤就是正面，综合的面。好，孩子个，那记得抹按着流苏，有么？好。你看你想办法，你就慢慢落去牵一只珠，开只个度俩，哦，你就俩先牵，2条强啊下去，牵得得么？你去看。海蚱的珠穿落去，穿珠没有这样诀窍哦，拿一个铁丝，好，你看它就空哦，这样就要咚落去，咚，它是跑到下面来的，你根本不用花力气花眼睛，哎，好了没？好了。开始等线拿出来，铁丝放旁边，线拿去打只结，哦，打只结不要给它跑来跑去的意思。它在边缘打到在木珠的旁边，哦，木不会流来流去，哦，如果假如你的木珠调台空，你是斗打架一张，走的，哦，走打，这样子打完的人再用小的一边一个，啊，你看啊，打的这样子，不要让它跑下来就好了。好，你要找个往你看一挑，你先把它珠珠穿进去，来，你要用洗扎的哦，洗扎的找个穿过去。你偏穿一张，穿进去之后，你还是要打结，跟刚才一样的打结，这样子你就不会觉得哎呀穿不进去。看，好，穿完之后呢，打结，再打在最下面，这个时候打结打在最下面，2片打好了，你长来做绑起来就好了，我们这就 OK 了。小的一样就是你用铁丝穿进去，跟刚才大的一样，就是你一条线。穿完一边，你再穿另外一边，就是最尾端的就好了。把它绑这样子绑起来，一边一个。打完之后，你就找去打死结时候来打死结，就这样子，各一个，一边各一个，就把它打死结。然后你要找一个你漂亮的地方当上面，那你这样子稍微拉一下，给它。紧一点，然后这个地方一定是在你这个地方正中央在上面。刚好你等一下绑着线的地方就是你这个下面的地方，你刚刚有缝的地方，你看缝的地方，好像它因为它棉花太长，就打死结就好了，就打死结。你就是一边一个过来，然后这边就再过去。就是一边过来过去，就这样子而已，很简单啊。然后你就对准你绑的时候，不要让它歪掉，你的一定会绑在你缝的那个线的下面。好，那你就这样子就打死结就好。如果这个线很长，你可以打双蝴蝶结，那不行的话，你就打死结就好了。好，那你自己打。谢谢老师。好。好吗？大家做好吗？做好了。了解嘛？解？了解嘛？解？做好咧。因为根本嘅係
做嘛介？从下来保重。哇，祝福大家都保重哦！看你们心想事成。客家妹子用客家话补做中的做爱心，请翻译请听。大家好，今晡来做爱心那个红包。咱就猫头鹰，客家的物件偷掉。贵孙呢？你要是后做的，你有奖吗？大家好，我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读书会的活动，也是第一次做这个香包还有爱心，我也是第一次来讲客家话，看讲哦，谢谢。我是客家的朋友带我来学做手工艺，这是我做的香包，好香好可爱啊！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客家的朋友，不会讲客家话，但是来参加这样的活动，可以多元的学习啊。比如今天做的这个，就是用蛤蟆的壳把它包在里面，变成一个很特殊的造型。那当然啦，你要学到这么多的客家的文化的传承呢，就来到我们台北中原重振会的读书会，就叫做一言堂。一言堂呢，就是我们艺术研究的殿堂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你係愛做的通的，我做在做纸条，有奖哦。来哟，看这边哦，有没有像柿子？哦，你很你动用性做哎，然后呢，它带给我事事如意、吉祥又平安。谢谢。因为學生呢，要會做，要會講，現在很強哦。再